乡亲啊，咱回头来看早起立法院内底咧进行同性婚姻专法的表决大战，这个外口嘛是公滚，支持婚姻平权的民众早起组织伫个青岛东路声援，希望行政院的版本会当顺利来通过。另外一边反同婚的后一代幸福联盟嘛徛出来发话，呼吁外界尊重去年已经公投的结果。 超过2000位支持婚姻平权民众聚集伫立法院外，就算落雨天嘛要来表达，希望互同志会当结婚成家的诉求，声援立法院内当咧表决的同婚专法。 而目前行政院的78司法是我们的最后底线了，这是不能够再协商的最后底线。真的希望今天可以全文通过。很多的跨国伴侣、同志伴侣其实是很担心也很焦急的。那在今天这个同婚的法案处理之后呢，我们也会尽快跟行政单位、行政院来商讨。当然，我们比较遗憾这一次在政院版的法案里面，并没有处理到所谓共同收养的部分。 惊就街头发声，希望行政院版会当通过。另外一方面，下一代幸福联盟嘛站出来，呼吁大家尊重去年公投结果。伊伫去年发起公投第10条，你是不是同意民法婚姻规定应该限定一男一女的结合？结果得到765万票同意票。台湾民主已死，因为今天立法院表决的是大法官释宪大于所有人民的公投。 同性婚姻专法若伫立法院内表决大战，场外正反双方嘛拢来表达诉求。